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0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陈信凯伫议会总质询表示，以现在极端气候的变化，寒的时间只剩3、4个月，其他时间拢是热甲走袂离，所以伊参考其他县市，拢陆续伫各中小学规划装冷气的计划，要求市长一定要想办法，让冷气变成教室的基本配备。议员陈信凯表示，大家拢知影省袂当省教育，毋过伊感觉市府拢是以无钱为借口，无法度变通。会中特别替各中小学班有冷气来清明，强调咱南部天气一冬比一冬热，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甲情绪。加上其他的五岛甲县市，拢以民间企业赞助或是分年便利的方式，要来陆续实施。伊认为省内内都有，要求市长表态。教育是不能等待的，教育袂使搁慢落去。为了正常哦，咱爱紧去做。人个台北市哦，即个冷气哦，本来做是即个咱的教室的基本配备。高雄嘛有咧做，有咧讲要来争取即个双机计划嘛，就是冷气机甲空气滤净机嘛。其实咱也无要全面性讲要搁加装空气滤净机。咱嘛会使伊个一个较挖像工业区啦，还是啥物货所在，对遐先来做嘛。当然，恁会使落去针对这个方向落去讨论嘛，咱的市府爱落去讨论嘛。照你安尼讲，对着国三、高三因为因升学需要，这个部分来做的话是较省的。这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吧？完全没机会做吗？还是你完全无感觉无需要？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就是讲，咱来甲家长会以及那像你讲的，就讲咱是毋是请有这个升学压力因的念书的时间较长的，这个国三、高三，咱来规划看会当安怎来做。另外，有关国立科学教育体验馆的建设进度到底如何？议员嘛要求一定要予东区人一个交代，唔通过跳票。对此，市长明确表示，该建设唔是空喙布置，2个体建设加起来46.9亿。目前行政院正在审议当中。教育局长嘛表示，进度一切顺利，明年3月就将核定，预计2026年开馆营运。今日新闻君自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打造安平港的观光，市府结合游艇码头、甲渔港岛上港土地，正伫进行都市计划，嘛互地方拢相当的期待。议员罗坤浩伫总质询，就要求渔港岛开发，加上港市合一，一定要积极作为。议员罗坤浩表示，渔港岛一直被看作是明日之星，特别伫大小月月湾甲新生地达伫都市计划以后，开发的前景更使人期待。加上透过艺术季的形式造成轰动，嘛成为新兴的观光景点。不过，议员进一步认为，地方期待也阁有应属的硬体设备。硬体的建设带动整个台南市。我跟你讲，你若开发咱渔光岛吼。有可能也是因为要来渔港岛来台南的，思考怎么样把它给规划整些一个硬体的设备。延续建设安平议题，议员表示，安平港由高雄港务局管辖，中央一档几百亿预算，不过咱拢是景农村的资源相当怨叹。会中积极要求市长争取由咱家己管理建设，甚至认为渔港岛的开发甲市港合意的政策一旦落实，莫讲市长连任，嘛是选总统级的政绩。高雄港务局是交通部管的，交通部的经费落来拢到高雄港务局。我听讲一档拢几百亿的经费伫落来高雄港务局，结果因遐拢开到尾留落安平港的。拢像迄个一丝丝啦，是。这10几档来安平港等于完全没有建设，是。所以，我嘛有感受。因为中央是你民进党的恁要反映要争取也较方便啦。把安平港纳为台南市管辖，是。莫互高雄港务局管啦。是。
咱若要创啥物，要建设也好，中央嘛是一只拨款啦，互人要建设啥物，要互咱发展啥物嘛较好。是我一定努力，尤其咱做人的附属港啊，特别拢是人用完的资源，无爱设施才设伫遐，对咱来讲。咱甲迄个安平港收倒来，咱台南市馆以外，咱渔光岛开发落。我甲你讲，这地若做好吼，莫讲你做市长啊，迄连敢要选总统人也支持你啊，迄是一个足好的政绩啊。质询当中，议员罗坤豪嘛质疑高湖南中卫区到底是用到地渣也是路渣？一旦出现有毒的路渣，如何处理？对此市长回应，一定依法行政。如果真正是有毒的路渣，就要向厂商求偿，市府嘛负起责任，要求赶紧清除。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身为原住民的议员，古木哈石上午的总质询，争取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合作社教保中心等等的建设，希望所有的原住民伫台南会当有真正的归属感。议员古木哈石积极争取原住民权益，除了将县市合并较大的成绩予以呈现，嘛进一步来要求，包括成立扎哈姆部落大学以后，所栽培创作人才也有发挥舞台来传承部落文化。另外，就是伫暑假期间陪伴原住民青少年的原民小子，因为必须和平，嘛希望扩大办理。至讲到原住民文化健康站，除了现有的教会资源小厅。嘛，希望市府伫永康甲东区上较有需要的都会区设立驿站，赶紧找地点来照顾老人。从去年整整1年的时间，我跟我们的民委会的主委，那时候前任的主委，光是就文件站就整整讨论了1年的时间，在找什么？在找场地，所以又是场地的问题，找不到场地，所以卡到现在这个文件站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所以市长，空间的问题很重要。然后，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请我们的民委会尤主委，文件站第2件文件站这个部分，也是我非常重视的这个政策。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空间的问题。有2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协会的意愿，因为它是由民间团体要主动申请那我们这个会鼓励我们就是辖内的那个原民团体来去做申请。另外就是场地的问题因为场地有受限，所以这个我们也会积极去找寻适当的场地也会跟有意愿但是没有场地的那个团体来做一个沟通跟协调。接下赶快是找无空间来设立的原住民合作社教保中心甲托育的家园。议员除了一边要求主管的教育局甲社会局尽全力找公部门的闲置空间，嘛要求市长兑现承诺。都会地区怎么样让族语文化可以向下扎根？我也坦白讲，都会地区非常困难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普遍全面，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做。我们必须，我们先找人口集中的地方，我们要做示范点。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然后市长你也答应我说，国务议员，我们一起来完成它。你还记得这句话吗，市长？你这句话让我感动了1年到现在，你还记得吗？好，所以接下来在您答应了之后，我们就积极的跟我们的社会局，还有我们的教育局，在这还不到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密切的讨论这2个要怎么去成立。东区比较困难，永康我们来努力一下。永康真的吗？我们来努力一样。好，我就承诺你，因为永康现在有一些学校，我们刚刚以上所讲的，我们不是寄人篱下了要不然就是没有空间啦。身为原住民的议员，每一届总质询透过争取各种软硬体建设，重点就希望传承各部落和族语文化向下扎根，也让所有原住民伫台南有厝的寄托，有真正的归属感。电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20号返来台南市，陪同6位党籍的2位候选人前往选委会登记。赖清德表示，这届返来是为了展现团结以及守护台湾的决心，请大家爱支持杨德培赢得大选，和总统蔡英文继续连任台南市62位全雷打。为了展现团结以及守护台湾的决心，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20日转来到台南市，甲立委参选人罗慧媛、郭国文、陈廷辉、林义景、林俊宪、王定武。不分区立委参选人王金敏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黄先条等人，伫228纪念公园结合，发出应得当选，民进党过半的口号。应得呀，应得！当选啊，当选！民进党呀，民进党！过半啊，过半！今天6位候选人可以说是强棒出击啊！强棒出击，最重要就是要赢得胜利。每一个区域啊，除了要固守自己的选区赢得胜利以外，那也要互相支援啊，展现团结啦。6个选区啊，1、2、3、4、5、6个选区互相团结作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成绩一定可以更好啊。那我要跟台南的父老乡亲报告。感谢感谢大家多年来对青条听小的支持这一遍接受咱蔡英文总统的邀请搭配参选咱这边总统加副总统的大选这就是要共同守护台湾。那么只要台湾赢就无人输但是同款的道理如果台湾伫这场选举输去，安尼个人搁较牛。嘛，无人有法度通赢。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看到香港目前的状况，就会当了解台湾需要立场坚定的立委以及总统，因此应德配就是上好人选。看到香港，看到中国，其实咱都知影，需要立场上坚定、上了解基层的心声，咱的立委候选人。当然，咱看到咱的蔡总统3年外的政绩，人讲厝起一半。财富千万唔通花，搭配着上届接地气咱的赖清德，咱的副总统候选人，所以我想民进党所带予这个土地，咱所有的好朋友，所有这个土地的人民，上届好的团队就是咱的英德团队。赖清德最后嘛用步行的方式，陪同6位立委参选人前往选委会登记。并呼吁个人爱支持应德配，希望台南市6席立委专项，国会嘛会当过半，让总统蔡英文更加有力量，会当守护台湾，维护民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反蓝铁党议自救会会长陈志孝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的立委，伊嘛前往选委会登记，而且伫登记进前先演出一场四过节行动剧。借此来考试民进党伫台南规划放弃。我嘛是要登记参选的，今仔日应该是开记者会啊。我知影吼你爱好发表我的证件啊！好啦，我是要发大财，我发大财就是要铁旗龙的党义啊！反蓝铁党义自救会会长陈志孝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20日来到台南市选委会登记。伫登记进前，先用行动剧考试蓝铁党义，其实拢是为了插足土地原因。全世界的捷运刚开始盖的时候都是放射性的，只有台湾的捷运是一个环状，然后再一横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其实那个环状中华东西南北路，现在谁会去那个地方坐公车呢？不会的。我问过好，我这2个多月，我问到碰到老百姓，我常常在问他们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去中华东西南北路坐公车，那个地方也没有太多住户，那为什么要盖一条捷运呢？就是我研究出来的结果。我们把台南这几年赖清德在炒作的土地放在地图上面，再跟捷运图套在一起，就会发现，那个捷运环状线基本上是一个点对点连连看。小时候我们在玩的那个游戏，把所有的土地炒作的案子全部都连在一起。面对台湾目前加薪以及高房价、高物价问题，陈志孝嘛提出伊的解决方案。最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打房价开始，也就是说要重的去课征这个空税跟那个空地的税，囤地税跟囤屋税，然后把房价打下来，然后这些余屋释出来。那我的建议是我们现在需要社会住宅，对不对？那社会住宅就应该先用这些空屋把它消化掉，先不要那么急的干，因为从前合一住宅我们大家有痛苦的经验，
当初在盖合宜住宅的过程里面，也是进行腐烂征收的。我们很担心社会住宅又是这样子来。陈志晓表示，其他的立委参选人伫选举期间开了真侪宣传费用，质疑当选了后，敢有法度公正的监督政府？建议应该要将资讯公开，让老百姓嘛会当监督市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加速改善安南区安中路饮水的问题，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来到台南市会勘，立委陈廷辉、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等人也陪同勘察抽水站的工程。市长特别向中央表达感谢，希望透过中央补助6亿9600万，兴建2座抽水站，会当改善安南区饮水的问题。每一届落超过40分钟以上的大雨，安中路沿线一带就会淹水，被真侪人偷说安中路变成是安中河。为了解决当地人的痛苦，市府甲立委陈廷辉向中央争取兴建抽水站工程。19日，由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率领中央官员会勘后表示，台南市只需要编列土地预算，抽水站兴建工程费用中央会专业负责。安中抽水站这个问题吼，这阮中央会全部来负责经费吼，台南市政编土地预算，村呢吼，拢阮中央来到处理吼。啊，这个海东地土抽水站这个嘛是共款吼，这个就咱应该是咱水利署的代志啊嘛吼，这个咱就全力来甲咱这个台南市遮吼，咱应该要做的代志，咱就全力来配合台南市政府，啊嘛配合咱定位委员吼。伊安尼大力争取预算哈。对着这份中央送来的大礼，黄伟哲除了表达感谢以外，嘛表示市府将会全力配合。这个用地费的1亿0200万哈，我们市府也积极配合，所以列入明年的这个总预算里面。那这个很谢谢啊。另外一个就是海东的部分哈，很谢谢陈委员跟我们郭议长哈，一直不断的在关心。那所以说。在这个海东的部分，已经水利署勘评过了哈。咱今嘛真的及时雨太多了，真的频率太频繁了，所以呢，咱的必须爱去改，咱这个整个抽水站再重新做一个评估，所以也一样也开了几次会议，那当时候。也确定了，就是一定要增加这海东的第2，所以现在也完成勘评了哈。资料一收到，水利署资料一收到，也完成勘评了。所以其实真的要很感谢中央了哈。中央全力补助台南市政府办理安中以及海东地土抽水站，
另外，嘛会编列海尾寮排水沟整治经费。希望透过这个努力，会当有效提升安南区的防洪能力，让当地市民免于饮水之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问神达人王崇礼伫台湾手庙天坛举办新册手签会，现场去引真侪民众参加。主办单位天坛董事长徐国润表示，这是天坛第一届邀请作家举办签册座谈会，未来也会持续举办。留下美国的王崇礼，早时伫大学教册，暗时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助手，帮人问事至今已经超过20档。这次受到台湾手庙天坛的邀请，16号下晡伫1儿童举办新书签书会，天坛董事长徐国润以及党干事侪人拢出席，更吸引不少民众到场参加座谈。我有统计过，这几十年来统计过很多问世人员会失败的原因。大概我会跟你讲一下哪个会失败，哪些会成功。大部分90%的人都唔知道逻辑跟智慧，非常重要。好，我们大概先讲一下什么叫逻辑。逻辑是一种判断、推论、反映现实的结果，是一种确定的、前后一贯的，不是模棱两可，更不是自相矛盾。台湾手庙天坛非常的荣幸，邀请非常有名的问神达人。王崇礼老师来手庙天坛，来帮助我们的信众，来解决他们心里的很多的困惑。比喻讲，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家庭里面啊，或者自己的生活状况啦，还有很多的，就是经济的问题啦、民生的问题，希望能够借着问神达人来解决他们心中的想要得到的答案。我想这个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都非常有帮忙的。这次活动嘛是天坛首次伫1儿童举办的签书座谈会，未来也将持续邀请社会精英举办相关的活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就是一字堂，刚刚1、2个月前刚刚成立的。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就第一次邀请，就是这个一字堂第一次邀请问神达人王崇礼来。我想我们将来会有很多的机会，也会邀请我们的社会的贤达或者很多的有名的学者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作者王崇礼表示，跋杯、上杯、解杯是问事必经的过程，想要让跋杯结果精准，3杯定律就非常重要。因此，跋杯过程的正确性，就是决定这个结果准确度的要素。民众若是对着这个议题有兴趣，欢迎研究这本册，找出关键的问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1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